頂禮拜，屏東縣有真儕所在攏會做大水。今仔早起，當地鄉德永村的村民甲村民嘛來登情，希望講有丟客困垮工程，就愛趕緊來完成，才會當保障因的性命甲財產的安全。縣政府是強調講，困垮按說是第3期的工程，目前有在做第2期的工程，完成後會趕緊來評估。居民半支腳浸佇水慢慢行，想要趕緊刷到較懸的所在避雨。控制2號的大水雨，造成屏東中地德永村對半暝3點就開始淹水，因為牛潮溪的溪水嘛漲懸，水下袂離，遮足儕所在攏淹對厝內入去，造成居民損失。雖望即馬水退啊，村長不馬表示，縣府攏無來關心村內的狀況，希望屏東縣政府會當加速牛潮溪混垮工程。縣長到政府到政府對咱中地鄉德永村遮有無，攏不聞不問啊。攏無資源互咱，若無咁攏無人關心。伊即馬甲4公尺編咧第2期工程來做，所以咱德永村路上重要會淹水的所在，牛潮溪阮的區域排水攏無甲阮做，就是講邊仔住戶的出入會無方便，有的是會卡到因的厝。我認為講這攏是借口啦。德永村27下晡有開村民會議接受陳情，村長講，因為伊早起水溝的時觀念無好，攏只有按照路的關格做，而且因遮的排水溝會閣淺，只要是雨量超過40毫米就會填起來。莫講一屆一工落超過400毫米的雨量，根本完全無法度排泄。雖然前縣長潘明安時期已經規劃改善工程，不過進度傷慢，村長希望腳手會當較緊的。那因為目前牛稠溪排水上游滯洪池緊鄰本市淹水的區域。優先推動滯洪池工程的話，可優先將村莊的洪水優先導入滯洪池，來解決當地的一個淹水情形。縣府講工程攏有按照時間咧進行，牛潮溪混垮是第3期工程，不過這屆因為短時間雨量傷大，會趕緊甲第2期扣水池趕緊完工，減少水尾的德永村村民做大水的狀況閣發生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